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北邮件企鹅案，即马是对邦桥加实质去，实质一个囡仔体内有检出爱困药反应，卫福部长是甲这个囡仔的检体送去台北荣总搁再验，今下晡公布上新的结果是阴性。 新北幼儿园疑似饲药风波不断，进前连实际某幼儿园也传出一个囡仔流鼻炎出微量苯二氮平类药物的反应，拜六暗时检验结果公布呈现阴性。阴性的，所以请家长们安心。从新北市的幼儿园喂药实践开始，有心人士不断的抹黑，不断的造谣，过程当中，因为要经过科学。 专业的验证，我也知道要一个时间里面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厘清。6月28日早起表示，只有经由科学检测，才发让家长安心。其实卫福部17拜六暗时就已经收到非正式检验的报告，有家长无愿意讲，卫福部搁再甲家长3摆沟通了后，才以各自发条文为依据公开结果。 验出来，就原本有说的疑虑那一块是未检出，资料经过去识别化，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请教法务部以后，那当然我们是觉得还是需要这个继续跟家长沟通啊。第二个是说，还是觉得因为这个情况，我们还是要跟社会大众特别是焦虑的家长们，我们还是要去跟他们讲。为了守护囡仔健康，有专职来顾囡仔家长饲宝妈发起共同守护囡仔未来网络连署，号召守法行上街路游行，现场有上千人来声援，呼吁政府对儿童虐待议题加强立法，严厉惩处加害者。 我希望政府呢可以加强立法，加重刑罚，严惩加害者，也希望可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对新北幼儿园疑似饲药的风波，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虽然中央外做全国囡仔安全检测，不过新北市会使提供想要检验的家长，拢到新北的专职病院做公费药物残留的检验，希望经由科学检测，让家长安心。记者综合报道。